蔡英文20几年来经济成绩最烂的一个。台湾拼文化观光，绝对有它的未来。一个废核市，让国家损失将近4000亿。目标是把台湾打造成为国际和平区。投资孩子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。运用高科技跟自经区，提高产品服务的价值。拨乱反正，重返执政。拨乱反正，重返执政。高雄有没有变啊？进白宫的台湾安全，人民有权利打好。